这么重还摆得起来，猛啊！哦，后边拿电脑来的，那个这样的。这个不接电，要这来搞啥？老这了嘛？木，你得了同学，这木这块就上。我家豆哩，啊，同学，你得晒个人马去。对哦，这头一多晒个，那都晒个是吧？现在这你也得搞个问题了，你别好了。你听个对朋友啦，对你个是太好了。木。哦，原来这个晒油的新老师。对呀，你这这人不是他好呢。哎。哦，这样去这种色的，我觉得没事。哦，这那就真真的。你这温度了，在这打一些么的学上，我里没给。我给他做那家烤鸡了噻。这了，呀，我该打干了，到奥特公司嘛公司。打干了，别打红色，哟，我该叫上，嘛过是阿东呗。其他人都嘛八嘎子，就说八卦咋个香呢？我理解。喏。马天嘛。哦不，来边么，把炸了呀！走。đi nhanh qua chơi mà ta ta đâu cơ ta có chút gió nè giờ số thì số
我去。啊，土匪，今天我也这把车带呢。哈，你还比试哦？笨错呀，这的，笨错，我俩没晒到再说。这么快我比试啊？我笨错来要打啥？我从搞了笨错来，我对没呀，这说什么晒啥？不，你没对没呀这？你这么说的，一般人敢信啊？哼，都给。哦，这不，你是多久村里的没看？大家都去被中了，好的，被中土了。喂，你解释的，大家你要要不中头一天。喂，你举多个刀了，木匠。笨错，不中好的。需要家，我被没安排。安排，拿这刀给我扔到那看。哎。等待我这好，你发过呢？接着。啊，等待，我来带给你们一道锅贴呢。哎不，那个都不给啊。哎。没这样。夜里梦里还到哪安排呢？好嘞，是嘞。我发现个这个咋了？呀。夜里背吗？年纪没得还那种空调弄了是吧？什么事不要？哟，这就帮这么多人啊，现在打不了。我都在那山。这啥？哦，找寂寞，他跟你鼓多的啥？不要进来哟，不要到要走到到。哈哈，让喊你就走了，你赶紧把下，让我们上不了带。俺爹是我的学员。哎呦，哎呦，呀！那是哪个呢？
tua sao cái một phù với máy đậu đây ông có gì nữa bây giờ rồi biết không